继续来看中山高速公路公山的路段，有民众翕到一段影片，讲这个车害去，女驾驶落车，就伫高速公路顶刹车，至少刹50米远。经过车拢看一个拢硬去，警体讲莫非是心力女超人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警方讲，这个行为已经违法，会当罚款3000块。 一台白色的面路，敢若伫国道过路违法，女驾驶落车，双脚踏强步，用尽全力的刹车，其他车就惊甲弄到含闪开。民众看到这个画面，讲是国道的心力女超人，女驾驶一路刹超50公尺。 地点就伫国道1号公山路段，国道警方无接到相关报案，也无听讲有事故发生，推测当时应该是车故障。倘行进中发现有异常，应启亮故障灯，并注意后方来车，间接是滑离车道，停在路肩等待救援。警方提醒，若遇到这个状况，应该爱是危险的警示灯，伫后壁100公尺放各种的标志，驾驶也应该爱赶紧落车到安全的所在等待。 救援通报相关单位。当时，这个女驾驶若无看任何各种的标志，恐惊违反着道交条例。警方讲会当罚1500块到3000块。提醒用路人，车若过路也爱遵守标准的作业程序，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